突出嚟嘅尾巴，先有限定時間之內，喺個近上面嘅尾巴，你哋唔可以用自己嘅手去按住另一條尾巴，得唔得？如果唔係就到犯規。咁點樣玩咧？點樣計贏咧？例如我哋有咪有全個3F 嘅男生同3E 嘅男生喺度啊？我哋全部你可以翻你自己個位放啦，可唔可以？如果陳 Sir， 你先可以掹到你兩條尾巴啦。陳 Sir 都可以去掹其他嘅尾巴，得唔得？即係話，如果你已經冇晒啦，你都可以繼續去掹其他同學嘅尾巴，可唔可以？有冇邊個唔明白程式？舉手，有冇？3、2、1，有冇？我真係冇喎。出嚟！掌聲！你望，但係你望下個鏡頭，我哋望住咗攞走佢係咪啊？係啊！因為你死啦！